1985年度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現在開始。着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，但願路上幸運遇着是你的腳步。我要再見你，只想將心聲透露。愛慕獨自望着路上密密畫滿的記號，像是混亂又像特別為了指我路。到處去碰，到處去看，墮入陷阱方知太糊塗。迷茫目光在掃，尋覓你那漸後的步伐。限這刻，在這刻，可會找到？默默想念你，伴上當天的晚鐘，途上高彷彿當晚無人，深宵獨行，攀於路途上，像地上遺下廢紙張，一風吹進這心中。長夜抱擁 darling， 如今這個浪人只想一生躺於你身邊。霓虹裏模糊裏昏暗燈光，帶醉的小嘴散着愛的清香，灰色的 jacket 微環飄的黑水，沉默裏不敢放膽向我望。Sayonara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飄忽的戀愛不見終點。情與世，你當初一帶走，現在不歸，雖今天再遇你，情情仍然似水逝，從前莫再提。直至昨晚，我都覺得推測天氣不易，驟暖驟冷，氣溫每刻幻變像個夢兒。這世界氣溫會有200 degrees， 暖爐要爆炸 when you hold me， 知不知氣溫會有200 degrees， 暖爐要爆炸 like my body。
着心裏心，何必抱怨？曾令醉心是誰人？自願吻別心上人，糊塗換來一生淚印。何故明是痛苦傷心？過去難說我愛他，但說半句我愛他。過去我說我最是要緊，今天發覺盡愛他，呼叫永遠也愛他。聽我叫喊，只得一張空凳。將冰雪為你趕，攜手心裏引春風，紅心春就在。麻衣深深書戀，將歡笑為你開。明日就算是末日，亦陪着你；明日就算是末日，亦纏着你。情願若都是末日，我一般的愛你。Forever want you, I need you, I love you tonight。明日就算是末日，亦陪着你；明日就算是末日，亦纏着你。情願若都是末日，我一般的愛你。Forever want you, I need you, I love you tonight。悠然望向前方，我望見前程路向亮起太陽。明媚耀燦，神光照萬里，重燃亮我內心渴望。夜黑暗與悲傷，到今朝作變，重尋獲理想共方向，無退讓，前途共敞開新氣象。無論有幾多的風波，你亦愛我那麼多，使我不再驚彷上風飛雨落。期望你心中知得很清楚，我每句愛的歌，要全部全是全為你而歌。Hello， こんばんは，小姐你好嗎？私は香港の街です。あなたはとても可愛い。實係勇敢肯跟佢分享。Tell me why 嘢會令禁忌分解，人質送女暗女也想變壞。Tell me why 沒有辦法做乖乖，我暗罵我這晚變得太壞。Fantasy， 喜悅眼淚，你熱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現在，接力下雨水，多麼需要你，長夜裏不可分開知醉，照進山裏看，夜雨灑去。趁有青春應盡興，港灣不分界限，自身必 IQ 爆棚，下追逐不習慣，永遠拒絕平淡。一生都聽講聽教太過古板，我愛見個個愉快輕鬆健談，一生都貪玩意罵錯了不返，規則不會任你揀。長夜一聲不響將漆黑放低，重拾起一幅相，痴痴看，知一迷。夜靜無人，相中有你，你是心中的一切。親親照片，輕輕說 My love good night。與你跳舞我自願，快樂會是緊貼你面。So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， 和別人沒法跳得自然。當天他伸嘴吻着我嘴，
全力試，不要問我非與是，願你而淚盡聲，奉獻出第一次，全賴有你，熱我心窩，心中憧憬，好比火，身邊有你，心中有你。前面山坡必跨過，時日如飛，今天在我心裏是充滿不退的記憶。時日如飛，我是愛在這地，任一天天過去，任一生飄過去，任一切飄去，再沒法追。就算多平凡，總有互愛的情人。怎麼偏偏我現時失掉你？如水的眼波，仿似電迷住我；如酒的笑窩，一天未平靜過。誰願意講出一些自欺的説話？你叫我以後忘掉你，誰令我今天開始不喜歡講話？任裏我繼續再想你。幾多艱苦當天我默默接受，幾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願去走。幸運星，幸運星，仿如你照亮我，為我指引。若我沒你，沒有這一切，只因我有着你，一切也覺完美。情是永遠着迷，永不相棄。那一天的心中，一絲中痛説愛你不變，是真心的一刻，心中未算欺騙。如果還是感到懷疑，願給我暗示明示。如果能讓我終會得到你，能為愛犧牲，我願意。每一個晚上，我將會遠望霧霾星河，點點星光，求萬里星際，燃點你路，輕觸風聲，待呼喚千河。我往日等的記，慶幸曾經失去你，自發原是如此深愛你，能證天地此生無異。神秘的羅蘭麗，對於風眼中，活着只喜歡破壞，事後無蹤。曾在那揭不開的漆黑中，壓不低的戀火中，猛風當中，他擁抱我，跌跌碰碰，再次發覺他於風中。人其實天生奔放貪玩，原沒有拘束，只有笑顏。悲觀我唔慣，追趕太陽似子彈。威風似神探，追蹤愛神眼不眨。大會司儀俞琤小姐。勁到爆炸嘅超級40寸狂歌熱舞，就為1985年度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揭開序幕，打響頭炮啦！喺呢一度，我代表全體落力嘅歌星，
歡迎大家今晚嚟到現場嘅嘉賓，同埋嚟自19區嘅朋友，仲有家庭觀眾、電視機旁邊嘅觀眾，你哋好！喺以下嘅3個鐘頭裏面呢，喺呢度紅磡香港體育館將會排出最強嘅歌星陣容、最熱嘅勁歌金曲同埋最勁嘅嘉賓行列，保證會令你目不暇給。不過最重要嘅呢，仲係頭先大家聽到啦，嗰40首候選嘅金曲呢，如果照現場民意測驗反應嚟睇呢，支持都係取勝呼聲極高嘅噃。點樣揀出10首嚟喺今晚加冕呢？仲有最受歡迎嘅男女歌星獎同埋金曲獎嘅得主嘅角逐，又會係有冇啲出人意表嘅戰果呢？嚇，呢一啲嘅問題，相信各位歌星同埋閣下都會係好心急想知道答案嘅。好，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醖釀一下緊張嘅情緒先啦。